公主今夜来我房间同住，同榻而眠也可，共同取暖，如何？相爷所言甚是，我们晚上见。好。你还没睡？今夜可能不会下雨了，我换床不习惯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个陈玉不会喜欢我吧？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刚想到太后这次任务是有时间限制的。你看，这里是她的原话：2个月内完成，否则杀无赦。这半个月都过去了，你怎么才告诉我呀？我这不是记错地方了吗？凤芝，我错了，老大。但为了你的自由，我必须告诉你啊，虽然不是很及时。菩萨呀菩萨，有这样的猪队友，我还能有自由吗？老大，我还有一事禀告。你要是再记错任务，不是，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陈玉在庭院里和一白衣女子交谈甚欢。是吗？嗯，我去看看。老大，根据我多年暗卫经验，他们如此般配，关系肯定不简单。般配吗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陈玉哥哥，你就让我住下吧。这些日子，我天天以泪洗面，
我回去，我爹不得打死我。这位妹妹，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我看你甚是投缘。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啊？白莲见过公主。公主，这位是……不用解释，我懂。妹妹，如你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在府上住下来吧。真的啊？姐姐一定盛情款待你。可是，妹妹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见到了你，简直就像见到了恩人一样。走。不应该薅头发吗？这是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快尝尝吧。哼，现在愿意生孩子的人有了，我得给他们创造机会才行。陈玉哥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对呀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啊？你放开我！公主，陈某一直对你相敬如宾，可你为何却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试探陈某？这汤中的药，是你下的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就是看白莲妹子长得肤如凝脂，温婉可人。你想撮合我与白莲？我还以为陈某对公主的真心已经表达得足够清楚了。既然公主不愿意接受陈某的真心，那陈某也不便强人所难，陈某告退。什么真心不真心的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你看，这相爷和白莲姑娘好般配呀。对呀，白莲姑娘优雅脱俗，咱们相爷才高八斗，他们两个真是男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公主，哇，老大，他们还真是夫唱妇随呀！那么般配，怎么不快点喜结连理？刚好，我也好完成我的任务。老大，你真要这么布置啊？整得跟上吊似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这叫盛起余芬还有韵，夜阑平点照花灯。重点是花灯，那些话本里面都说了，要学会营造浪漫的气氛。差不多了，你去把他们叫过来。
说什么对我一片真心，忠贞不渝，果然都是假的。老大不好了，白莲昏倒了。昏倒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还听说，听说什么了？白莲她怀孕了，白莲她怀孕了。什么？欧阳，她怎么样了？不知白莲姑娘近日心情如何呀？不太好。在见到陈玉哥哥以前，日夜以泪洗面。那这就对了，这是情志内伤导致的气瘀，气瘀则血行不通，包脉阻滞。白莲姑娘如今身怀6甲，还需心情舒畅才好呀。天天都跟你那陈玉哥哥谈天说地，心情还不够舒畅，心机。白莲，既然木已成舟，不如听之任之。就算其他人放任不管，我陈玉也一定会负责到底。负责到底，果然，他就是孩子的生父。你就安心在府上住下，其他的事情我自会处理。这公主是怎么了？公主的心思，岂是我陈某人能读懂的？白莲姑娘如今身怀龙子，太子知道吗？龙子，他根本连我都不要了，又怎会认这个孩子？我认为，这并非太子本意，是圣上不愿他娶平民女子的。错在我不过一介草民。太子的婚事，事关江山社稷。你跟他就是一种人，张口闭口不是江山就是社稷。出去！白莲，出去！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风之，你去让后厨做2个下酒菜，咱们庆祝庆祝。白莲怀了陈玉的孩子，我太开心了。老大，你这么开心，怎么眼睛里有眼泪呀？你不懂，我这是喜极而泣。这样，陈玉和白莲在你眼皮子底下好了，你难道就不生气吗？我都替你生气。我不生气，我就是来完成任务的。他们俩一个窈窕淑女，一个谦谦君子，多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，是不是？可是老大，他们虽然般配，你也不用替他们这么开心吧？我不是啊，我这是替我即将完成任务、获得自由开心呢。喜极而泣的眼泪是陪庆功最好的下酒菜。你快去吧，你快让我自己高兴高兴。我觉得我太开心了。如果白莲怀有身孕的事情被太后知道，一定会对太子不利。可她又执意留在相府，简直就是羊入虎口。相爷说的对啊，这白莲就是太不懂事，家事怎么能与国事匹敌呢？相爷，公主，为何还不歇息啊？睡不着，我有话想和你说清楚。殿下早些休息。相爷，我先走了。相爷，
我决定原谅你了。白莲的孩子我也会视如己出。如果你还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对外宣称他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以后他叫你阿爹，叫我阿娘，我们3个还是一家人。可，公主为何要这样做？陈玉，我都已经如此大度了，你竟然还不知感恩吗？感恩？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本公主已经决定了，就这么办。凤凝婉，如今不管你是否愿意，他肚中的孩子就是你通向自由的手段，所以你必须帮助他，照顾他，就像他真是你的孩子一般。白莲姑娘，公主，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我就是自然醒了。那可不行，要想安胎，必须要保证充足的休息，你得继续睡觉。凤芝，带白莲姑娘去我房间，铺上最好的丝绸被。走你！为何要去你的房间啊？因为我的房间是相府最好的，床铺也是最大的。这是疏肝解郁的蜜子苦瓜，这是行气止痛的羊肉汤，这是健脾养心的猪心炖党参，这是不。笑啊？你是因为情志郁结导致的气郁，所以只要笑出来就好了。凤芝，让白莲姑娘笑。白莲姑娘，给我笑一个，笑一个就给你一锭银子。可是我并不想笑啊，就算你把相符给我，我也笑不出来的。哦，你不想笑？娘，住手！你这样我是不会开心的。可是你确实笑了呀。这笑不作数，它不是发自内心的。内心有点难，侥幸行不行啊？凤芝，交给我。孔子去东方游历，见俩小孩在争论。甲孩说：“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近，中午就离人远。”乙孩说：“我认为太阳出来时离人远，中午反而离人近。”俩小孩不好吧，在那争论太阳。哎呀，你说说，这俩小孩是不是？公主，笑话不好笑，你好笑。哪有人讲笑话讲到一半，自己先笑个半死的？陈玉哥哥。你没事吧？公主好身手。哼，巧合，巧合。什么？你说这福音公主是太后之前的眼线假扮的？那你之前不是说这太后眼线已经死了吗？此人功法了得，
又掌握如此精妙的易容术，想要假死不难。这易容术也有高低之分。据我所知，这世间最厉害的易容术，是一种叫千面玲珑功的功法。这此功不仅可以改变相貌，甚至可以改变骨相。不过这种功法唯一的破绽，就是时间。公主，请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是陈某特意从宫中取来的西域贡茶。这茶真好喝，如兰在舌，芬芳甘冽，清香怡人。这是陈某特地请御膳房的点心师制作的糕点。相爷今日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对我如此上心？公主不必惊异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这个陈玉也真是的，想道歉就直说嘛，一直拐弯抹角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福音公主对此等金贵之物本该司空见惯，你这个公主果然有问题。哎，现在才晌午，我就如此开心，真是多谢相爷啦。相爷不用送了，请回吧。相爷，你跟着我干嘛？陈某今日一天都未安排行程，可时刻陪伴着公主。可是我刚刚吃的太饱了，有些困了，想回去睡一觉。好，那陈某便陪公主去小憩，请。这怎么开始没人了？相爷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而已，你没必要一直在这儿守着，你这样我反而更不自在啊。那怎么行？公主骤寝，突然口渴如何？若是感到寒冷如何？亦若觉察苦热，又该如何？公主，你只需安心休息，其余的事情陈某在一旁，随时能照料你。你在这儿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相爷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天都黑了。陈某一向言出必行。这陈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喜欢我了吧？不行，傅宁婉，你可清醒一点，陈玉喜欢的可是那个白莲。相爷，这时候不早了，你……是啊，已经虚实。
来谈谈虚实。谁？是你？他的功夫竟如此之高。你是说他认出你来了？他认出的不是这个我，而是这个我。那他的身份果然不简单啊！欧阳，这件事你去查。好。相爷，白莲小姐有请。好，我这就来。